兄做平安。真烧热的天气吼，但是咱来到礼拜堂哦，咱会当伫咧即个礼拜堂，这过一个礼拜堂，嘛会当找天气，实在是足幸福的代志吼。这是咱来诗歌的锻炼，吟诗学乐，学一首，咱要来唱信息首，信息26首，答阮感谢上帝。这首诗歌拢总有3节，所以咱做阵拢来唱吼，3节拢来吟。答阮感谢上帝。179首，当然咱会当掀开咱座位头前的信息，咱会当起来看，因为遮有版本有小可有共。但即个版本，咱即摆信息，咱教会的信息是较早有诶，最近有改一个版本，所以伫个179首内底头一节，吼，较早号做因果归三位一体。即是咱应该爱改做因果归三一上帝吼，所以咱会当看咱的信息，伫个遮有小可改变吼，咱爱较斟酌。即首诗歌是出自罗马书11章36节吼，因果归着信靠上帝。咱即时咱嘛拢为7月开始，咱咧查考罗马书。所以，这首诗歌是出自罗马书12章，来做阵来吟。因果为着信靠上帝。
上帝疼痛咱会遮大，欢喜是落互我，叫我微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同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近我靠，会记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伊到彼日。真水的一首诗歌，就是咱做阵内面上帝疼痛咱遮大。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全地中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要感谢伊的门，用学老伊的院，要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做伙平时来学罗咱的上帝，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打咱感谢上帝，请咱大家做伙起来唱。阮伫天地的主上帝，阮来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一直甲阮同在，无离开阮。我感谢你，就是阮众人伫遮敬拜你。阮大家亲像伫一个大家庭的内面，伫基督的内面，大家行做集体，拄着欢喜的代志，做伙欢喜；拄着艰苦的代志，同齐艰苦。主啊，阮感谢你的。你的疼，你的安慰，你的祝福，一直伫阮的中间，一直甲阮同在。主啊，我甲阮厝的人有咱身体欠安，需要接受治疗的时，你怜悯阮的软弱，你的安慰，你的一直甲阮同在。因为你一直陪伴，阮袂感觉孤单。阮相信你要互咱遮的人一直瓦靠，你有医治的血力，人的性命在伫你。只要阮愿意顺服伫你的脚前，主会照你的慈爱来恩待阮，互阮得到好棒，得到医治。主啊，感谢你带领阮的教会，你祝福阮的教会，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
求你互阮伫即个充满变化的世界，看见你对阮无变的疼，也求你互阮看见你带来和好，看见人甲人彼此也是愿意相信的关系。你的疼会当互阮伫遮看见生命新的出路，你会阮伫遮找到你未来的信心。我会伫遮有你的疼的见证伫阮的中间，一届搁一届来激励阮，一届搁一届来完成阮的使命。主啊，阮相信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求你互阮无论伫什么时阵，拢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互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祈祷。你会赐落伫真正的平安伫阮的中间，这个平安会伫阮的成长，会伫阮的家庭的中间，会伫阮的教会，会伫阮的台湾，伫这个充满阮的世界，互阮会当充满盼望，做伙来面对一切的压力甲挑战。这时，阮做伙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愿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愿你亲像天命，我的日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互阮的人，无你传你一次，就永远我的天爱，天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以必来书第11章。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便比甲因献较好的祭年予上帝。虽然阿便已经死，对神伊路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路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已经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对遥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以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要向受掉迄个要亲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三界林圣诗第179首，圣诗第179首，荣光归于圣父上帝，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
感谢你拣选阮来跟对你，你予阮这个时阵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我确信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带来平安，带来盼望。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来更新阮的生命，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提醒阮爱追求你的话语，当心来向你祈祷。主啊，阮感谢你，当阮遇到病痛时，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带予阮告业安慰甲医治，予阮的身體得到健康，阮的心灵得到平安。主啊，阮感谢你，伫阮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人甲人的冲突，但是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予阮有告业的信心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有对你来的信心。互阮不止来行行。主啊，阮要透过阮所读圣经话语、所唱、所听的诗歌，阮也要对无数的讲道的内面，对圣经一直有新的认捌。阮会当对圣经、对你的话语，重新看见家己的处境，重新来看家己的未来，重新来反省阮家己，也求你。提醒阮，无论是阮的家庭，还是阮的教会，拢爱去建立伫你上帝你的话语顶面。我也恳求你透过你话语，我会当对基督中来检察阮家己。你也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家己重新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会当明白阮。拢是无完全，拢是有罪人。阮愿意伫你的面前，重新甲你来利用，搁一届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阮咧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三角来共读圣经，圣经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第15节，圣经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第15节。大声，我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我宣传伊的囝的福音，用圣灵在服侍迄位上帝通甲我作证。我常常笑念恁，不时伫基督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甲我开路，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我真爱见恁，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文字。互恁坚强，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恁通过我的信仰，我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侪摆计划去恁遐，通甲恁其他外别人的中间同款，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毋过到呾还有阻碍阻挡，无论啥物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切切盼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即时，请诗乐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的礼拜，所行合主之意。
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用这首所行合主之意这条歌带咱来敬拜上帝。这首歌我个人嘛真爱吼。过去我还伫新人院服务的时阵，到迄个毕业典礼前一礼拜，阮有迄个毕业生要甲因祝福的礼拜。阮所有老师会唱这条歌送互迄个毕业生，祝福因出去校园去教会服侍的时阵，会当照主的旨意来结好的果子。咱为顶礼拜开始咧读这个罗马书，罗马书同款，伊咧嘛教示咱如何成做上帝子民。搁较要紧的是会当下伫上帝心意的子民，所以今仔日希望诗班唱的这首诗，使讲甲咱罗马书的主题有真密切的关系。对顶礼拜开始，咱咧读罗马书，顶礼拜咱通过春生牧师已经咧甲咱提醒福音。伫罗马书内底真无共款的一个特质，福音罗马书要甲咱帮助咱重新理解什么是福音。春生牧师嘛有提醒咱，罗马书过去咱拢敢若较惯性用因信称义来读伊，其实内底有足侪真要紧的主题，也提醒咱用搁较开阔的眼光来读这本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接续顶礼拜，保罗一开始请安的话，然后为第8节开始，伊用替对方祈祷感谢来开始，这也是保罗批信一定拢会出现的。伊会替对方献上感谢。伊讲：大圣，我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保罗咧学罗这罗马的基督徒，不过有学者讲伊的话，伊咧甲因学罗的中间，是毋是有淡薄仔有一点仔讽刺的口气？因为咱知影，罗马教会的信徒是犹太信徒为主的这个群体，因的信仰特质。还阁停留伫较犹太教迄个方式的，换一个来讲，因所认捌的义，还阁是行为的义。因对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还无遐尼理解。这也是保罗通过罗马书5万带互因改变的所在。伫今日进入咱今日经文的大圣。我先就大家做伙来看一下这个罗马这个城市，罗马这个大城，伊的特质是甚物？以及看一下讲罗马内底的信徒是甚物款人，然后咱再来读进入咱今日的经文。罗马剑嘛毋是一场恶梦吗？到底这个太平盛世，太平盛世。伊的真相是安怎？咱若看为奥古斯都开始的这个皇帝，为奥古斯都算起11个皇帝，其中有7个，若毋是家己自杀，就是去用刣死。所以这个城市是权力斗争的所在，咧抢夺迄个上大的位的所在。这个大城市伊的荣华，伊的富贵。是用贪心、抢夺、甲烧台建立出来，真有意思。咱若要了解罗马城的特质，有另外一段经文，互咱真好的参考，就是启示录18章。启示录第18章伫遐描写迄个邪恶的城巴比伦。咱知影，巴比伦就是咧讲罗马。巴比伦就是咧指罗马。
第18章，启示录18章第42节讲，恁着爱紧为迄个城出来，免得承担伊的罪，嘛免承受伊的灾害。其实，斟酌去读18章，为11节到17节，用真回顾的角度来看，讲古早罗马是什么款的景象，打伊要毁灭咯。咱来去看启示录，就讲啊，这个城就要毁灭咯。啊，要毁灭前，伊去回顾古早的情景。伊遐安尼讲，地上的生理人为着伊啼哭哀伤，因为无人搁买伊的货，就是金银、宝石、珍珠、幼麻布、丝绸、高贵的紫色甲红色的布料，种种的香茶，逐款的象牙的制品，逐款贵气的木材制品，铜器、铁器、大理石的制品，肉桂、香料、香、乳香、酒、橄榄油、幼米粉、麦、牛、羊、马车、奴隶以及人，这拢是当时咧罗马城咧卖的物件。这会成用一种天启文学的角度咧描写罗马城，看落伊敢若荣华富贵，但是嘛有可能一时之间就无去。罗马就是一个充满机会，总是嘛充满罪恶问题的所在。毋然安尼，罗马对内底无共款族群的人，伊的政策甲做法嘛，常常互人会着惊。保罗家己是犹太人，伊家己知影，犹太教表面上伫罗马帝国是合法的宗教，但是愈瓦近即个皇帝的即个权力，危机就愈大。事实上，伫公元41年甲49年2届，罗马城的犹太人去用禁止传教，甚至伫49年拢总去用赶出罗马城。保罗就踮别个城市拄着为罗马去用赶出来的犹太朋友，伊的好朋友毕基拉、阿古拉就是安尼对罗马去用赶出来。若是罗马是一个安尼充满问题的城市，保罗为什么想要去罗马？咱到最后，咱就过来倒转来想这个问题。罗马的信徒是什么款人？保罗称因做信徒，就是信徒的意思。这人应该还佫还袂叫家己是基督徒，因还佫属于犹太教的一支。但是因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因的生活甲信仰还佫是犹太教式的，拢咧读犹太经典，嘛还伫会堂内底聚会。所以学者称这罗马的信徒，甲因叫做弥赛亚群体。弥赛亚群体，保罗有时会用教会甲因称呼。但是咱知影教会这字无啥物特别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那点，去用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 ，ecclesia， 为世界去用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咱想象罗马的这个教会顶头应该无十字架，但是有可能有大卫之星，大卫之星就是佫是犹太教的这个。情景，咱若读迄个时代历史，知影犹太人为主前第2世纪就已经开始住伫罗马，内底有一寡是伫迄个叙利亚统治的时阵就流亡去到遐的，嘛有一寡可能是去用掠做奴隶去到罗马的，也有做生意去罗马的。学者统计。迄个时阵，犹太人的人口伫罗马大概4万到6万中间，逐项职业拢有，有做医生的，有咧杀迄个动物的，
拢有各种的行业，跨过社会的阶层。嘛有学者去计算，伫罗马内底大概有13间的犹太会堂。这13间可能内底有1间啊2间，就是这个弥赛亚群体因的聚会所在。这犹太人，我拄仔讲起，对奥古斯都的时代，有一段时间，因真受到好的款待。伫罗马城可能嘛受到真好的一种待遇。但是41年，当葛老丢葛老丢就位了后，伊就开始对犹太人真反感，甲因禁止，甚至甲因赶出罗马城。若安尼，咱来问，即个罗马教会，即个罗马群体是谁建立的？当然毋是保罗，可能嘛毋是彼得，因为到即个时阵，咱拢还袂读到彼得的消息。因两个人当然后来去互叫做是罗马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应该无关系。所以罗马教会真有可能是迄个五旬节，使徒行传第2章伫遐讲到，五旬节转去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听到耶稣的福音，倒转去罗马以后建立的，加上一寡去遐做生意的人，甚至一寡奴隶，共同建立即个罗马教会。因为即个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将耶稣就是弥赛亚即个信息带转去到罗马，可能因为安尼引起会堂中间的冲突，也因为安尼，敬老丢因为这个混乱，才会想要甲犹太人赶出罗马城。敬老丢伫54年过身，过身了，犹太人就搁倒转去罗马。这犹太信徒转去罗马的时阵，局势已经改变。原来遐犹太信徒主导的地位已经改变，变做是外邦的信徒做主。咱来读罗马书，读到最后15章、16章，你也注意到，因已经无伫会堂聚会啊，因开始换去伫家庭内底做家庭的教会。咱伫罗马书16章读到有毕基拉甲阿古拉的家庭，阿里多布的家庭，该犹的家庭等等。所以罗马城是一个经历过变化的一个城市，教会也经历过这个变化。这信徒内底犹太人袂少，总是嘛真侪是外邦人，甚至伫外邦中间，伫迄个罗马的迄个宫廷内底做要紧的职务的也有。这个教会有可能亲像耶路撒冷的教会，较保守。保守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做中心，会要求外邦信徒要做基督徒以前，爱先正做犹太人，守犹太人的规矩。所以中间开始有紧张。也因为安尼，保罗想要改变因的习惯。第14节咱读到保罗讲，因正做圣徒，是因为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呼召，无分种族、无分性别、背景、社会阶级，因拢甲基督同做上帝的护士。这就是保罗真要紧的信息。伊想要化解罗马教会中间的冲突，罗马信徒中间的紧张。下面咱就对这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经文。经文为第9节到第10节，保罗伫遐提起讲：我不时伫祈祷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互我无偌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保罗伫遮表达出一种不安、无确定感，所以
才会讲啊，上帝都愿望有好的旨意，通互我顺利。即个不安甲无确定感，咱知影，主要是因为伊无偌久要先转去耶路撒冷，将伊伫希腊半岛所无到的遐个钱摕去进济遐个犹太的信徒。伊烦恼去耶路撒冷，即个旅程会出问题。啊，咱后来读《使徒行传》，咱知确实出问题，保罗去用掠起来。所以保罗伫遮已经心内有迄个烦恼不安，伊期待上帝好旨意通互伊去罗马。十一节，伊也分享伊想要去罗马的一寡想法。我真爱见恁，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文字，互恁坚强。伫遮讲到属灵的文字，可能真侪读者真紧就跳去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伫遐讲到足侪属灵的文字。但是咱若遮尔紧就安尼跳，可能会误解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伫遮讲到属灵的文字，并无定冠词，头前无定冠词，所以即个属灵的文字是一般的讲法。特别咱读到最后一句讲，互恁坚强。所以保罗伫遮真简单的意思，敢若讲，恁已经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我愿望伫恁已经有的基础顶头，互恁更较成长，互恁会当扩展恁的眼光，来深化恁的信仰。接续落到12节，因为伊讲，我想要去甲恁分享，想要甲恁分享，伊马上想到讲，哦，毋知影罗马信徒会想讲保罗敢若真强势，想要指导因安尼所以接续落去，伊马上补充一句真有意思的话，伊讲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通过我的信仰，我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哇，真水的话！这敢若咱伫教会内底，咱有真侪小组，咱有真侪团契，迄是一个分享的团契。保罗虽安尼用真谦卑的态度，为了福音的缘故，伊讲出这个真水的话。我通通过我的信仰，恁通通过我的信仰，我通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福音是互人谦卑、尊重、互相接纳。到13节，保罗讲：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通甲恁甲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同款，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规矩，毋拘教单，要有主动。同款遮，保罗讲一寡规矩，即句话嘛爱较细腻，因为一寡即句话是嘛是不定代名词，伊无讲几粒规矩，讲一寡。所以有的学者提醒讲，咱嘛毋通真紧就跳到加勒太第5章，伫遐讲迄个属灵的规矩，啊是约翰福音15章嘛咧讲规矩。啊是有真侪人甲即段经文解释讲是福音的规矩，希望有搁较侪信徒来信耶稣安尼。保罗伫遮讲的规矩，真有可能毋是咧指迄，是咧指伊伫其他的所在，亲像咧其他的外邦人的地区，亲像咧马其顿，得到同款，就是去对遐个外邦人中间得到关系，通会当去赞助耶路撒冷送香的信徒，可能嘛包括伊将来想要去西班牙宣教，愿望得到罗马教会的赞助。所以伫遮规矩的意思真有意思，应该是指乐意、有担当，为着艰苦有需要的群体
下降物资，物资，意思就是互通有无，互通有无。教会甲教会中间爱彼此有一种互相的帮忙，通结出果子。到今仔日所读经文的上尾啊，伊伫遐讲，我真爱恁知，我真济遍计划要去恁遐。保罗敢若伫解说讲为虾米伊无较早去拜访罗马，嘛讲起讲伊行程受到阻挡。这有可能无共款的理由啦，原因。一个是咱若读到罗马书15章20节到22节，真出名。保罗捌讲，我无要将我的工作建立伫别人的基础顶头。保罗讲，我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罗马既然已经是别人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就无想要较早去。延迟，先去做较要紧的工作。所以保罗真有可能因为伫足侪所在拢咧工作，直到延前无法度去拜访罗马。但是最后14节，伊伫遐表达伊宣告的决心。伊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换一句来讲，保罗并袂因为罗马这个大城来感觉惊吓。这个城重中之重，有遐尼侪文化甲宗教的这个传统伫遐大都会，但是保罗伊无惊，时间若到，伊也要勇敢实践伊的职分。就是咧第1章第1节伫遐讲，奉上帝选召做使徒，特派来传伊的福音，这是保罗伊真要紧的决心。伫遮有2对的表达方式，也引起真侪讨论。保罗伫遮讲，不管是开化还是未开化，智慧的还是无智慧的，这是咧指啥？是咧指外邦人吗？即敢有包括犹太人咧内底？即2对话彼此敢有关系？开化是毋是就是有智慧？无开化是毋是就是无智慧？这拢有学者拢有足侪讨论。但是简单的结论，保罗伫遮无歹意思，伊无咧批评人无开化，嘛咧无咧敢若讲歧视遐个人讲遮人是无智慧的人。保罗伫遮真客观地描写世间有无共款的人，有的人就是受到罗马文化教化、希腊文化教化，有的人就是无。伊将来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就足侪遐无受到罗马文化教化所的族群，所以伊心内咧想的是种种逐款的人。然后伊讲，我拢欠因的债，我拢欠因的债。欠人的债，这是一个文学的表达方式。敢若讲我是有义务，对因我有义务啊，有义务。但是用搁较白话来讲，就是保罗伊家己对家己的职分的理解，就是上帝呼召伊，所以伊对所有的人拢有责任，拢有责任。最后15节，伊讲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这句话伫修辞学顶头咧读，真有意思。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学者讲这句话其实有迄个讲我已经准备好啊的意思。保罗甲对方讲，我已经准备好啊。伫我这部分来看，我已经备谈好。要去恁遐，真有意思是，伊无讲出来另外一半，毋知恁准备好啊未？恁毋知，恁罗马这信徒，恁敢准备好啊？保罗用一种邀请的口气来对因讲这话。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启示？我用
两小点来甲大家做结论。头一个罗马城，罗马城代表什么？第二个，罗马信徒对咱佫有甚物款的启发？保罗为什么遐尼爱去罗马？遐尼想要去罗马？用搁较大的图像来看，咱知读到15章，咱就知影，伊的宣教的远景是包括搁较远的西班牙，所以伊必须用罗马做基地，嘛爱得到罗马信徒诚做伊的同工，伊才会当去罗马宣教。这咱将来会搁讲到。总是今仔日这段经文内底，保罗是要将甚物款的福音传到罗马这个城咧？咱搁读落去第2章开始，就会讲起罪的问题啊。保罗关心的罪，敢是干那个人内心的罪若定？也是保罗嘛看见罗马城的罪？伊关心的罪，敢有包括罗马城较深沉的迄个社会结构、阶级、风气、文化风气，看到罗马城的黑暗面。罗马毋是一天起起来，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甲战争所建立起来。这对咱今日有甚物启示？我进前伫台湾新人院的同事好朋友孙宝玲老师伫伊写的罗马书内底、释义内底，伊讲起全球的军事有算，是值得咱关心的问题。今日全世界用偌济钱伫军事的预算顶头？伊指出讲，10年前的统计，全世界军事的经费是17000多亿，用台币算，17000多亿。但是当时10年前，联合国迄个维持和平部队，若一档全球的军事的预算一档来看。维持和平的部队的预算，敢若2天尔，差遐尼多。毋然呢，军事预算是跳比例伫遐增长。3年前2019年的预算，敢若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11800几亿，11800几亿，是10年前迄个全球预算的7成。啊，中国遮尔多，美国是中国的4倍，4000多万，4万多亿。所以今仔日世界表面足欢迎进步，但是伫每一个罗马城内底，因为遮个政治经济无公平发展。满是丧凶，满是青少年的愤怒，也满是危机。保罗对罗马城减无伊要讲的话。各位兄弟，罗马城的处境嘛，互咱想。经过去这3年的疫情，咱住伫大城市，亲像台北，咱有甚物感受？在封城的时阵，咱学着甚物功课？过去西方社会看做真自然的物件，就是每一人拢是自主的，是独立的，是靠家己会当生活的。这伫疫情中间，互咱幻灭，互咱知影毋对。人算做甚物？家己掠做是万有的主人。却毋知影家己只不过是受造界的一份子，而且咱的性命是遐尼脆弱。全球的疫情，特别是大城市内底，嘛，互咱看见侪无公平、无公义的所在，互咱搁较深体会到现在重大的危机，包括气候变迁，包括族群。阶级、性别的无公义，以及侪新的科技对咱的挑战。
疫情中间，真侪民族、真侪社群，甚至咱所生活的这大自然，拢发出痛痛、哀伤、抗议的声。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学习基督迄个 compassion， 吼，迄个怜悯的心，怎样去看到遐受苦上深的人？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最近出一本新册，让我们勇敢梦想。伫这本册内底，伊讲到，咱伫疫情的危机了后，敢会比疫情以前搁较进步一点啊？互咱变做一个较好的人。咱若要有进步无共，咱就要勇敢，互别人的痛苦去望着咱。伫封城中间，教宗讲，咱体会着咱的文化足自私的，咱敢若想讲家己会当自给自足，咱都要学习服务他者的文化，毋是将弱者气杀的文化。所以咱就要拍开目睭，互边仔的人的痛苦会当望着咱，安尼上帝就会对咱讲话。教宗用咱真熟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如伫遐讲，拄着迄个去互强盗抢，倒伫边仔路边仔迄个人，咱是亲像祭司还是利未人，有看到哪无看到，也拢无感觉，还是愿意亲像迄个好撒玛利亚人停落来，落马挖滚迄个人去甲关心，为迄个以后，伊的性命就无搁共款。住伫大城市，互咱看见今仔日的问题，也帮助咱思考福音对咱住伫大城市内底的人有甚款意义。第二，罗马圣徒是甚款人？今日经文互咱看见罗马圣徒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因中间的无共甲冲突愈来愈严重。拄仔开始的时阵，犹太人可能是主导，所以因拢咧会堂聚会，嘛用因较熟的希伯来圣经做主，所以因会看袂起遐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毋捌律法，嘛无咧守律法，总是无想到激怒中，甲遮犹太人赶出罗马。过几年了，激怒中虽然死，犹太信徒搁倒转来，局势已经变了，外邦人正做主导者。犹太信徒去用边缘化，而且因固守律法的迄种心态，嘛去用外邦人甲因批评。咱读到后壁就会读到，讲因是软弱的人，软弱者。所以咱看见罗马基督徒中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跳袂出一种沙文主义，因自我做中心。所以保罗想要改变因，帮助因改变因的想法，学习互相接纳。顶礼拜，春晴牧师嘛有招咱读这段15章70到90的经文。而遐讲保罗讲，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我甲恁讲，基督诚做受割礼的人的车用，是要显明上帝信息，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哦，这是对犹太人讲的。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怜悯，通归荣光互伊，这是对外邦人讲的。所以，伫即个罗马信徒中间，有紧张，有差别，可能嘛有沙文主义，互相看袂起、批评。所以保罗毋望因学习接纳的功课。咱济南教会
是一个真水的团契。但是咱中间嘛有真无共款形态的信徒，彼此中间嘛有差别，敢有挑战？咱敢有一寡咱无注意到的矛盾，还是轻分吗？咱敢有某一种形态的沙文主义？咱就要安怎来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课？这是咱过来即当做伙读罗马书真要紧学习的功课。100年前伫咱中间，苏格兰宣教师梅干姆，伊捌写一本真趣味的册，叫做《国王的人客》（The King's Guest）。这本册咱知影是对耶稣的披露来的。耶稣捌讲一个大宴社的披露，原来邀请的人客拢无要来，拢有理由。所以耶稣讲，主人叫迄罗伯安娜去大街小巷，甲遐破相、无完全无清气的人，拢甲因招入来内底食倒。梅干姆牧师这本册就是咧写这。伊讲早期伫台湾教会进入来教会的人，拢是遐出乎意料的人，咱无想到的人。内底有讲到真侪吼，古早捌做强盗的人，捌做迄个控制分子的人，哦，嘛有迄个驾册人，哦，家己掠做家己真牛真骄傲的迄个私塾的老师等等。总是呢，每一个人拢伫出伫因意外的情形下进入教会。梅牧师的册内底，包括我的外祖，古早伫大甲的即个陈基祥长老，伊是一个汉学的老师，有人摕圣经互伊看。伊看真片想讲啊，这经书我古早就读足济啊，我读足济古经啊。这一本经书无算做啥，伊无爱读圣经，但是伊食鸦片，逐工若无输几公鸦片，就无法度驾册。最后伫传道帮站下面，2工陪伊祈祷，伊甲鸦片改掉，就信耶稣，真做基督徒。变做三义苗栗大甲迄个所在头一个基督徒，无意料中间真做基督徒。各位兄弟，咱想起咱的信仰前辈，咱的先祖，咱的时代，真侪可能嘛是伫无意料中间来到即个所在，来到信仰团体，咱就珍惜这个恩典。也学习互相接纳，因为咱拢是无完全的人，也拢是伫无意料中间来领受恩典的。望这诚做咱共同学习的功课，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恩典正当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保罗伫罗马书，特讲起伊家己要去罗马的这段经文，互阮学习。也想起阮徛起伫台北市，哪亲像罗马共款，一个大城，嘛充满侪问题。阮虽然来到信仰团体内底，阮嘛是有问题的人。阮中间嘛有轻分，嘛有冲突，总是信仰教是阮学习互相接纳的功课，互相诚做上帝囝儿的功课。恳求你将这罗马书要紧的信息，慢慢放伫阮的心内，互阮学习，也受这话语塑造，诚做更较下伫你心意的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咱三个来日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84首，圣诗184首，上帝听头乃会较大，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济。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后礼拜就是7月16号真理超然的福音分享会举行，咱来祈祷。第二，为着现场的经费、甲奉献、人献、甲借款来认领来祈祷。第三，为着儿童、青少年书籍的活动、甲家庭的关系来祈祷，请大家做伙合来祈祷。听头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三角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甲你的恩典。感谢主赐互阮宣扬福音的机会。教会伫7月16号邀请张简牧师举办福音分享会，求主你引带牧师甲同工同心宣扬福音，互即届活动成做你听从世间人的见证。也求你圣神充满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透过牧师的分享，会当亲身感受你的听从甲仰望。因带侪侪的人来认捌你，接受你的救恩。主，感谢你陪伴一切，互阮热心去做教会生活甲礼拜，也毋过去做教会所需要经费，一直是一个真大的负担。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困难中间有仰望、有信心，也求主互阮当心来看见教会的需要，当心来奉献。感谢主，互儿童甲青少年伫暑假得到安息。求主保守囡仔参与暑期的活动，看顾因，赐因快乐甲平安。也求主圣神甲恩典充满每一个家庭，互爸母甲囡仔会当伫暑假有搁较侪时间安排家庭生活。求主保守，互阮的暑假充满你的祝福。阮安尼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咱的奉献。请大家做伙起立，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
谢，请大家掀开周末公益的书包。本会定日每个月第2礼拜是会定的奉献日，请兄弟伫奉献摕个人的奉献袋啊，若是无迄个奉献站嘛，会当办公室来分。第二就是今仔日咱儿童，因为咱的暑假的儿童营拄啊结束，儿童最后邀请同学做伙来参加今仔日伫12点半的清凉一下玩水日，会当穿游泳衣也是准备衫来做伙来耍水。第三，咱伫注意的时间，咱是鼓励兄弟，若是兄弟若是较早到，会当伫外口路边这样多遮的停车格，特别是边仔迄个计程车停车格，迄礼拜日是会当停的所在吼，咱先停迄个所在。啊，若是有车无位，咱再来停伫咱的地下室，因为咱地下室的停车场拢较暗的时间拢无够。第四就是咱的福音地会，就是伫后礼拜7月16号，经历超然福音分享会活塞，伫后礼拜下晡1点到2点要举行。今日的1点到2点要举行活塞的说明甲分组陪谈小组的训练会，请活塞同工来出席。另外就是后礼拜咱请到外科医师，也是牧师，是杨干基层牧师，伊要分享伊伫经历一个新的在新的视角，分享来明确伊的愿望甲无限的动力。带领大家经历超然吼，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福音的分享会。因为咱后礼拜这个时间，咱要伫中昼，咱做伙用餐，要备办这个餐点，甲分组来方便，所以请大家还未报名的，请等下伫门口，咱交代这个所在，咱来报名，咱来当来统计这个人数甲分组。另外就是这个报道时间，后礼拜东港的部分队，这11点东港这个报道，东港是11点来报道。若是参加的人，参加的会场就是在1点半来做伙参加参会伫 B102到103的所在。分享会是下晡1点伫教会的礼拜堂。若是第2礼拜参加第2堂礼拜是伫12点15来用餐。然后就是7月12到19的泰泽的祈祷会，咱伫7月12号有泰泽的祈祷会，是 Church Me Too， 咱来祈祷共荣、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甲上帝行，做伙来祈祷。另外就是7月19号，韩国的短宣队来台湾，要来举行韩国的泰泽祈祷。另外就是7月16号，就是后礼拜，咱有先校的神学礼拜日，请到蔡荣芳教授要分享台湾知识人的宗教与普世关怀，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就是高级的写生的比赛，伫8月5号到13号来举行，即马开始来接受线上的报名，并伫9月17号来颁奖。另外团体的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另外具体的消息，正套陈丽颖的结婚，到礼拜伫7月29号下晡2点伫咱教会礼拜堂来举行来恭喜。另外就是教界消息，甲遮个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即马请地牧师来把大家报告请安。今日有几位来宾吼，一位是原来中央教会蔡玉石兄弟，蔡玉石兄弟，另外一位是原住民的姊妹吼阿冰，来请。为澳门下环浸信会来赵玉霞，有接吗？另外一位为新加坡来台湾的 Joyce Fang。另外，咱请兄弟咱彼此请安吼。第三届人性诗
圣诗391首，圣诗391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煞请一牧师来祝祷，请大家做伙起来唱。愿上帝平安，我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别倒闭会，若需要代祷的兄弟，当到前面边仔护伞下来祈祷。另外就是，若是要参加后礼拜的福音分享会的兄弟，会当到头前来报名。